这2块红泥我们放热了很长时间，今天用它来做一些泥碗。看塑形已经非常的好，不粘手。我们切开来看一下，泥质非常的细腻，现在塑形比较好。我们来捏制一下。换上我们的小工。不对，我们以后要叫他打工。上次跟我说不要让我叫小工了，有请我们的打工。来看一下，这是已经捏制好的泥碗，等彻底阴干透之后，我们来烧一下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用我们的自己做的柴窑炉，我们的打工继续干制中。